行动无方便来卖菜款，这个生活都已经咧艰苦啊。煞无想到，竟然搁去用骗。这是发生伫台北市民权西路顶头啊，伊咧卖菜馆去撞到一个人，伊讲伊要甲买，但是无trả钱，带伊去超商要去领钱，煞总啊带几本的菜馆来甲骗走，人甲闹跑伊啊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去互台北市警察局长啊林彦田来甲认出来。林彦田进前呢，就伫咧高雄市服务啦。这颗哦，伫咧高雄的时阵，就捌骗过其他的菜馆业者，而且佫捌伫咧高雄的捷运啊，讲白菜，讲有炸弹，所以林彦田呢对这个嫌犯真有印象，一看到马上指挥，最后啊是伫咧中华将这个变身啊掠掉的。穿乌衫男子伫超商内拿算菜馆，拿甲卖菜馆的现场人士为先，随后耳啊蒙蒙地行出去，这一走就无搁倒来啊。现场人士等啊等，才发觉到原来是骗局。100块总共好几种，然后就挑，然后再拿一叠给我算，到时候我算太慢，然后他就把100块的小电视一张分级。昨日下晡4点外，现场人士伫台北民权西路顶卖菜馆，犀利的查甫人骗讲要买99张100块刮刮乐，也阁无trả钱，叫对方含伊做回去对面的超商领。过程中，查甫人摕走一本菜馆，骗讲要去外口清点，抓到机会就选，但现场人士发觉无对等，已经被付啊。因为我是靠卖才见证我的，难过一定会难过啊！我买很久的，加上帮买重要酒精权，因为我条件应该能够执法。现场人士讲家己生活歹过，想讲要过年啊，买起的正旺，想要到竟然拄到变神啊！附近的店头家也替伊抱不平。他昨天晚上都没有睡。无钱人啊，当然是很难过啊，无钱啊。警方沿路调监视器画面，发现男子真干鬼，先坐公车去台北车头，随后坐火车逃走。警方将押到伊伫彰化站倒车，随路人去甲抓。经过分析比对之后，锁定其藏匿的地点，并且在隔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，在彰化市区的网咖之内将犯嫌拘离到案。20岁姓李的男子，过去伫南部也用同款的手法共骗。去年更加伫高雄骗人讲捷运站内底有炸弹，互依照恐吓慰安上班了后受压。前科累累的伊，包括涉到等等的案件，加的超过70条，警方拢捌伊。所以1月才对高雄市警察局长调进起来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彦田，一看到通报影像，就认出到嫌犯的身份。落尾专案依照诈欺罪嫌移送法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